喺個幾月前 DJI 出嘅超輕無人機 Neo 2非常之好賣啊！喺 YouTube 上面人人讚好啊，好少有負面嘅評價。佢嘅避障功能呢，尤其是出色嘅，要嚟跟拍 selfie 嘅跑步、踩單車、滑雪呢，係好可靠嘅，係目前而家最好嘅無人機，沒有之一啦嚇！我都入咗坑啊！我入坑嘅原因呢，除咗中意佢嘅避障功能之外，我最大嘅期望呢，係佢會帶我玩 FPV， 即係穿越機嗰種樂趣。所以呢，就重手入咗套體感唱飛套裝，學下人感受下從高空俯瞰大地在我腳下嗰種感覺。因為呢，從來未試過戴飛行眼鏡啊，所以喺出去玩之前呢，我都喺屋企啊細細嘅地方呢試玩咗幾次嘅，驚喺出邊呢就撞親人，或者唔知飛咗去邊。有咗初步習慣眼鏡同埋嗰支好似雞髀咁嘅遙控杆之後，先至敢出去揾一啲冇乜人嘅地方嚟練習。其實揾地方練習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，喺香港。戴住飛行眼鏡嚟放飛機啊，感覺非常之好啊！既興奮又緊張啊，但自己手腳慢啊，唔敢飛咁快，同埋飛咁遠。但作為初嘅練習呢，感覺都好正噶啦。好啦，多謝晒各位收睇，陪住我嚟練習啊，後會有期，拜拜。